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6月16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伫台南的南华前站盐水厂，传出有一个大学生伫遐发生毒水的意外，不幸死亡。也人同一天伫屏东武大的弯道纵走路线，有一个27岁查甫人去遐爬山，因为欠水，全无食嘛无啉，要2天了后无体力。 对外求助，加在救援人员有找到人，用直升机赶紧甲伊送病院。新闻有落实哦。救援人员甲伊倒查，这个27岁查甫人一步一步向顶头爬起哩。25中昼，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个查甫人、一个人去行屏东武大乡往太保乡的弯道纵行路线，不过因为欠水，佮2天无食无体力，请人救。 要甲这个查甫人用直升机送去病院，不过同一条路线，救援人员拄好拄到有一位女性无顺利爬落去山坎，好在在无受伤。将患者救援至步道以后，检查患者伤势没有受伤，患者拒绝送医。 伫弯道纵行救援的同一天，台南南化区也传出山区的意外。 5个大学生小酒去千层岩瀑布耍水，其中有一位20岁查甫学生稍无顺利渡水，虽然虽被救起来，不过产业道路正灰，消防人员经过一段时间才到现场。那我们是利用当地一些巡守队的他们的4轮驱动的小货车，帮我们再送到上面一个空旷处，然后我们再搬运我们的一些救护器材。 然后下切到河床。不过，渡水的查甫学生送到病院进前，心肺功能就已经停来，命也是救不大。救起来的时候，那个患者已经欧卡的情形，然后他的身体那边有一点僵硬的情形。去山拿水边的活动虽然正舒适，不过可能也是有危险。除了物资加补给要传有够，也要随时注意自身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高温烧热，日时高温普遍拢有32度至35度，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是透偏南风到东南风，照顾东南部、恒春半岛有低暂阵雨，也若过到了后，是伫西半部有局部低暂雷阵雨。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拢有可能落大雨，出现单雷公、强阵风。也若西半部落雨的时间嘛会较长。另外，气象署有针对咱全台湾8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湘北、彰化、云林、台南、甲高雄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也伫花莲和台东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天气真烧热，乡亲就要加啉水，唔通着山。 教育部即摆已经公布，明年中小学校官进前会先补课补3天，安尼呢，校官就会当甲9天的过年接起来。所以校官加上过年，学生囡仔会当对1月24放到2月22，拢总休30天。 全国中小学校官固定21天，115年中小学刑事立草案原定1月2日到2月初10校官，也毋过2月11到13开学上课，刷落来就是农历过年。引发部分家长认为无容易安排假期，教育部24到22县市教育局处甲相关团体达成共识，2月11到2月13放假。 1月2日到23补上课嘛，就是讲1月24到2月22休寒甲过年有30天。全国22个县市从学习上的学生学习考量，还有家庭在许多的这些假期小孩的安排里面最好的一个方式。 高教明根据政情内部调查表示，维持原案甲希望假期连续的拢有意见无共款，也毋过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是提早公布。 过往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一直到年底，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公布，才来讨论，那其实是不恰当的。 1月2日到23补上课，而且是第2学期课程。教育部表示，会按过去日子协调册商，伫上课日进前完成提供，请学校如期来发放。全高中指出，除了课务，真侪行政作业嘛爱提早营运。比如说代理老师的一个问题，那他可能就要提前来
他的聘期的部分要提前处理，甚至有些是2月1号退休的老师，那后面就不是他的课啊，那你这边来做处理，这些东西有关整个行政事务还有教学事务，不是只有教材这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敢若3天变动，也毋过专教总强调，有经验的行政甲无经验的行政有真大的差别。若是学校拄到行政人员变动，可能后续会产生一寡无必要的困难。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出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空气中超细粒的空污有粒 PM0.1， 恐惊会增加规身躯肺炎、心血管气部出现疾病风险。环境部就讲，对明年开始，会甲台中、高雄部分空气品质的监测站增加 PM0.1的7次性的监测。交通部嘛讲，要继续提供大众运输电动化来降低排碳，目标是今年底市区的客运电动化达到35%。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伫立法院表示，若是半部台电的1000亿，尾也立法院无通过，安尼是今年9月份召开电价审计委员会的时阵，电费钱就爱起价，无道理无要起啊。这经济部内部嘛表示，总共政府无补助1000亿，安尼10月份的电费钱有可能爱起5%。来看《自由时报》，台铁公司6月23开始起火车票的钱，平均起付是26.8%。台铁的董事长去立法院报告的时就表示，起价了后，这2天运量有减少2%，也毋过呢营收是有增加24%，这是含资本想的有5个月差不多。啊，那未来呢，每1年至2年就要来检讨一届火车票价。台铁和高铁即马董事长拢已经换人做啊，2个新的董事长昨昏拢去立法院报告。台铁的董事长陈公远访问着讲，对高铁换去换台铁，伊的薪水是减真济。伊是回应讲，伊袂感觉委屈。外界是自己无交通背景就去做高铁董事长的苏铁。苏铁是表示，敢会当互旅客有新的感受，民众对高铁敢会当满意，这是伊未来挑战，各界拢会当来个检视。这场高铁引起保护交通背景者评论，高铁当作苏铁第一摆去立法院报告，调下立委拢提出因的愿望。高铁董事长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啊，不能只是一个高级的实习生。你有没有交通专业？有人帮你管家？你有没有经营专业啊？现在考验正在开始。我们现任这位施董事长可能比较缺乏，过去可能看起来没有交通相关的这个专业。其实考试的铃声早已响起，答案还不知道，但是考卷已经发下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 open book 的考试，它的验收期间、交卷时间其实就是在后年20年上路的时间。即马高铁新买列车自2017年下半年会上线，苏铁表示会推行高铁1.0上限，包含车站甲列车设施、旅客服务甲收费资讯等方向。新车上线进程会继续检视运营，7月开始也停班。另外，为高铁转代替当做的电工馆也第一摆回应降薪救会。董事长会调到台铁会有委屈吗？没有委屈，还是很乐意的接受这个职务。当然很乐意啊，就是这样。他们一讲说答应说 OK。一棒接一棒啊，这个一棒接一棒，我相信接棒的都会非常棒，就往前更做得更好。电工馆表示，上任了主要任务以旅客需求做导向，三大目标是安全准点加便捷。另外，增进员工福利。除了第一线员工津贴，中介主管加急，甲业界拢有明显落差，会继续检讨调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罢免24个国民党的立委和罢免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要伫7月16举行。为着避免选票变做无效的票，中选会有呼吁讲，在登票的时一定要用选委会所准备登票的工具，袂使用家己的囡仔也是手印来登。只要是清楚来表示同意也是无同意，拢会当算有效的选票。7月26将举行第一波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1位县市首长的罢免投票。不管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投票时都要注意，避免让自己手中的票成了无效票。盖在那个框框的中间嘛，用它的章嘛。对，那你知道怎样会变成无效吗？就是相反，乱盖吧。
没盖好。哦，我是盖在线上。我盖2个。中选会公告，在罢免案投票的时阵，民众一定要使用选委会准备的当选票的工具。透过范例正常有效票的状况，都是当伫的可选栏内面的。不过，其他包括当伫的同意无同意罢免栏，也是当伫的可选栏计算的边边啊，或者是公单位当2摆以上，原则上只要会当互人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拢会当算是有效的票。另外，无效的票，包括做伙当同意和无同意，完全伫个单位外口，也是无法度分辨是同意还是无同意的情形。另外，为了解过签名，当家己的囡仔也是指纹，甚至贴破选票，也是严重污染罢免票，拢会互认定是无效票。区公所会固定在选前的一段时间，会请所有的里干事，好到各个定点，譬如说捷运站啦，或者是像我们这边的行天宫门口啊，跟帮大家宣导哈，什么时候投票，然后需要带什么东西。目前为止，我们在借场地，然后在招募工作人员，有一些地方比较。不方便参与罢免，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协商。帮助选务的基层民代嘛讲，罢免投票比一般的选举更较紧张，因为爱做的代志较济，作业的时间变较短。中选会提醒讲，投票迄天禁止伫投票所4颗内30公尺内吵吵闹闹，也是干扰，嘛禁止炸手机含摄影器材入去投票所，嘛袂当甲选票炸出去，无就要面对刑责。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民进党立委陈营的罢免案，检方即马查出同款涉嫌造假，有通知国民党的党工去调查局说明，也那查案已经请回。另外，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罢免案嘛有涉嫌造假，这个案件法院伫查案是已经裁定国民党立委罗明在服务处的主任，也有助理2个人受押禁见。另外，民间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罢免团体昨昏报警，也那罢免的领衔人是传出讲，伊互殴打恐吓。我们心内有太多的受到这种黑道威胁的伤痛跟过程在，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站出来，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活在这一个黑暗、黑道统治的恐惧之下。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的团体25报警2035份的理解联署书到新北选委会，不过领衔人吴必伟进行传出和殴打恐吓，甚至发表不自杀声明。我们警方的立场一定是严查严办啊。那对于罢团，我们会加强安全维护，以及这个建立联系的管道，不容许这些相关的一个恐怖案件的发生。也那前一天，罗明在的新店服务处接获检调调查，查出新店服务处主任等人涉嫌伪造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的罢免案提起书，和北检约谈。罗明在办公室表示尊重司法，不过呼吁检调应该保持同款的标准来侦办。去告发的人也都不是我，但是我希望真相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检方继续侦办专台罢免不实连署案，民进党立委陈营的罢免案伫第1阶段出现193条死亡提议人，检调修正了后，二是传唤国民党中央做法规党工到调查局说明。会不会担心这把火可能接下来会烧到党中央的主发会？经过司法调查，谢谢。办的通通都是国民党，办的都是这个罢立委的案件，所以希望司法要拿出真正的良心来。面对司法的侦办，哪位陈玉珍是代表党中央，也有立法院党团启灵提告。这个真济罢免哪位的罢免团体连署灌水，不过检调煞无动作。选罢法明明白白规定，第1阶段的提人不能再当做第2阶段的连署人，尤其台北市全部都是90%以上的灌水哈，是不是同一个笔记呢？检调单位你有没有做相关的调查？死亡连署他必须依照职权告发，请大家去问一下中学会有没有依职权告发。国民党的造假连署、伪造连署，极有可能从过去发动的公投案，乃至于这些罢免案，都是一条龙长久以来的组织文化。那也呼吁检调公正办案，卖商票。也那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强调，那也应该先对不实连署来回实例，强调和证据讲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来关心汉光41号演习后个月要举办，对5天4暝要延长到10天9暝。即届有甲大卖场列入去演练备战。另外，中东即马无兵争，美军是派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去支援中东。外界就较关心讲，安尼敢会降低美国伫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的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强调，美国嘛赶紧派打击群来印太地区。
大卖场平常时是民众买生活用品的好所在，在战争的时可能加做避难场所。7月起过的汉光演习也要进行相关的演练。汉光演习下个月就要登场，而这次作为亮点之一的，就是结合了城镇韧性，而拥有大量物资的大型卖场，也就被选为当作这次演练大型避难的场所之一，引发关注。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大卖场物资也还算多，但我觉得如果最好的话是有那种地下室的那种，不要是地上的。避难来说的话，若安全的话，还是不行。今年汉光41号演习规模对5天4暝延长到10天9暝，也延续去年无剧本实兵演练。也那政府因应着西个乌克兰的战争情势，也设想久长战的情形。国防部甲内政部合作，要伫大卖场演练避难，防业者对灾难发生的时安怎应变，更加清楚。透过军民互相配合，强化社会防卫韧性。基本上它的一个容纳空间够，甚至它能够去储备粮食的空间也够。那更不要忘记这种大型卖场的话，它可能会有这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它的一些交通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利的。中华预期对价局势，国防部伫5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37架次，其中34架次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甲东南空域，结合中国艦6隻来侵略台湾。那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是掌握中国航艦山东号已经驶向南海，那美军调派3个航艦打击群来支援中东，敢会互美国伫印太地区影响力降低。美国海军第2作战部长基尼比表示，美国海军的优势伫因反应机高春球会当快速派打击群前往印太。So if the decision is made to change and flex and send a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the Indo-Pacific, we can do that at very short notice, and they're all trained and ready to go. 印太的战略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是在于防止印太地区，当然重点在台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南海或者甚至东海等等，没有任何的战事，还是它最优先的一个战略目标。基尼比也警示中国军力一直扩大，解放军今年有395只军舰，2039年会达到435只。国立雄表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的利益。国军也密切监控辽宁号甲山东号双航母飞行的情形。原来这届汉光演习上大的调整，就是向前延伸到无乌地带侵扰，加强戒备。国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即马宣布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嘛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去中国观礼。咱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昨昏就强调讲，对日抗战是伫中华民国带领一场战争摕到胜利的。中国用这款统战的手法来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希望民众和体育官兵唔通互中国怪去。他可能需要一种展示。但是真正的一个战力，我想并不在于这种展示。面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加罕见警告讲，中国当地大规模扩张军力，将反到台湾的情势。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讲，会持续关注中国军队所有的举动。另外，中国宣布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9月初3会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习近平的亲身主持，佮发表重要讲话，佮要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去现场观礼。顾立雄是真无认同。中华民国所率领的来打赢这一场抗战的。胜利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一贯的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团结，这些退役的老兵要警惕。中心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得到这个胜利，顾立雄呼吁退役军人莫受中国的分化和风声起。陆委会嘛严正警告讲，要做国防、外交、国安这机关的政务副首长，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若去参加中国党政军的庆典也是活动，未退防可能互收回去。不过中国的统战即马佫出新招，为了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往来大陆，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决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免收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证件费。希望用免收1500块台胞证的办理费用，向唔捌来过中国的台湾民众来。对这陆委会回应讲，台湾人出国旅游的选项和免签的国家真多，免1500块的证件费会当省到偌济人，恐惊是真有限。而且佫一摆指出讲，最近几年持续发生国人去中国失联、防不当留地攀查，也是技术防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提醒国人莫互中国附带措施影响。去中国进前嘛是爱审慎评估风险，确保自身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北约国防会自个已经宣告啊，大会有通过要伫2035年进前，已经决议要甲国防甲安全的支出提悬到 GDP 的5%。毋过呢，西班牙是因为预算啊，佮有社会福利的考虑，所以掠外，因的国家维持 GDP 2.1%支出。抗议的人想要冲破警戒线，警方甲这寡示威的人杀毁，毋过因无退，化口号反击。NATO's only putting fuel on the fire rather than solving the real big problems of this time. 这位对澳洲来喜剧演员装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伊讲要来看伊好朋友川普。Donald Trump is now on the side of autocracy, so I'm here to give him encouragement. 伫海峡举行的北约国防会通过2035年进前，将国防甲安全支出提悬到 GDP 5%的决议。北约盟友就要增加军费，若无要退出北约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这款成员国家让步，而且该拖拖沓沓，就无搁再讲要退出。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ier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against them. 记者问吕特，叫川普爹地是不是俄罗过头？ I didn't call him daddy. In Europe, I hear sometimes countries saying, "Hey, Mark, will the U.S. stay with us?" And I said that sounds a little bit like a small child asking his daddy, "Hey, are you still staying with the family?" So in that sense, I use daddy. 伫咧32个成员国家内面，西班牙得到北约予伊的弹性后面，维持2.1%的 GDP 支出，不过川普用关税来威胁。 We're negotiating with Spain on a trade deal. We're going to make them pay twice as much. Con un 2,1% del Producto Interior Bruto, y a mí esto me parece la clave. 伊若对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川普讲，这两个国家拢已经添加无力啦。 Can it start again? I guess someday it can. It could maybe start soon. 川普伫咧峰会了后讲，美国按算后礼拜甲伊朗谈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伫北约峰会的场边，嘛有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举办会谈，双方有讨论要安怎实现停火，也佮有讨论到买武器加制裁洛西亚这问题。川普伫会后的记者会嘛表示，会考虑提供乌克兰更较济飞弹，嘛强调洛西亚的总统普京就要赶紧来结束这一场战争。 He's all dressed up today. 伫荷兰海峡举行的北约峰会会场边，美国总统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谈，讨论安怎实现停火甲真正的和平。泽伦斯基无亲像进前去白宫穿军衫，这边是穿西装甲川普见面。 翻开这次北约峰会的议程，乌克兰依旧是各个盟国关注的重点，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防御北约边境。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第3次亲自出席北约峰会。 经过50分钟的会谈，乌克兰总统府官员讲，双方也讲到武器采购、加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等问题。泽伦斯基对这边的会谈真满意。川普伫尾来记者会讲，希望俄乌冲突会当解决，也讲到可能提供国家级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飞弹。We're going to see if we can make some available. You know, they're very hard to get. We need them too. We were supplying them to Israel. And they're very effective, 100% effective. Hard to believe how effective. And they do want that more than any other thing, as you probably know. 川普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正爱赶紧结束战争。泽伦斯基除了跟川普会谈，也跟北约盟国领袖见面，争取军事援助加加入欧盟。 And thirdly, indeed, we have to put pressure on President Putin that he comes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and that he's engaging seriously in negotiations for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川普讲，普京正歹应付，是目前上歹适合结束战争的领导人。因过伊会亲自跟普京通电话，找出和平的解决方法。这是进前川普将战争的责任撒给泽伦斯基了后，正罕见的直接批评普京。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有下令去拍伊朗的核子设施，佮讲已经摕到胜利。毋过呢，即马有媒体是报讲，美军这一届行动其实并无甲伊朗的核设施毁掉，只有破坏有限。这是互川普看到了后是气甲批评讲这是假新闻。另外，美国即马有民主党的议员是质疑川普下令去空袭伊朗是违反战争权利法。
美国政治在暗时比被控制伊朗的核设施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佮表示成功毁掉伊朗的关键浓缩铀设施。严格美国媒体 CNN 所引用7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讲美军的轰炸行动并无完全毁掉伊朗核设施的关键部分，离心机甲高浓缩铀。纽约时报甚至是报道，美军的行动有可能只是延迟伊朗发展核计划无够6个月时间。对此，川普气噗噗的社群平台支持社群发文批评这是假新闻，讲是 CNN 甲纽约时报联手，想要诋毁历史上上成功的军事行动。对媒体质疑控制伊朗是不是想要逼伊朗政府落台时阵，川普否认。They hit the target perfectly, wiped it out. And the press is very disrespectful. Do you want to see regime change in Iran? No. If there was, there was. But no, I don't want it. I'd like to see everything calm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gime change takes chaos. 消息人士讲，这份报告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伫美国空袭了后的战斗损失评估。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并无互毁掉，而且伫美国空袭进前已经为核设施搬走。针对川普下令轰炸行动，美国副总统范斯支持川普的决定，认为这避免国际增加另外一场真长时间的战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沙尔认为，这降低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也不过，美国民主党籍议员认为，空袭行动无经过国会授权同意，是违反战争权利法。另外，伫民意方面，路透伊普所上升的民调显示，川普支持率伫最近真济民调内底大大降低到41%。若是 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作为上新民调显示，有56%美国民众不满控制伊朗行动，大部分的人拢怀疑川普对伊朗动武的决策。有大约60%的人烦恼，这会增加伊朗对美国的威胁。公司新闻台是唐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传出协助中国的军事情报单位。即马美国参众两院下党派议员是提出禁止敌对人工智慧法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袂使用对手中国所控制的 AI 技术，嘛爱定期公开禁用的清单，来应应来自中国的科技威胁。继续关心越南的胡志明市一病防治中心有公布上新的数字，讲因市内6月16到2日有通报507例天狗热的病例，这是比过去的1个月增加5成，而且真侪重症的囡仔有出现休克的情形，当地医疗部门正烦恼未来疫情。来关心今年2月份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对中国的货物扣新关税。部分的理由就是美国指控中国拢无咧管芬太尼这款毒品。日本的媒体即马有做调查报道，讲有一个中国组织涉嫌伫日本设据点，是利用日本甲这款毒品走私去美国。镜头等来讲来关心拜日暗伫新北市的邦桥，有一个30多岁货车司机伫学校附近弄到真侪台汽机车，嘛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警方调查，这个驾驶无驾照，而且伊的电子烟有毒品的反应，也毋过伊技术验照。另外呢，伫新北市的沙丁堡，嘛有骑奥多拜的民众技术检验，全落跑去弄到机车。警方嘛找到超出海洛因在毒品，已经甲伊移送法办。这只奥多拜行去互警方抓到，油门吹真响，毋过是撇来撇去，转去弄到共向的一台奥多拜，害人摔倒，所来伊嘛共款摔落。敢若是违规停车，警方去甲临检，这个骑士煞是心虚，向拒绝临检，全要逃走。原来是因为伊的分数顶有藏毒品。附带搜索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哈。没关系啊，不是你的，随便你讲啊。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沙丁堡，2时暗时这个涉案的骑士甲伊载的人，拢去互超出有炸毒品，包括海洛因、安非他命、甲伊托米酯。警方嘛有甲因验照，李前感受假毒骑车。当场逮捕，依法侦办。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目前影响2个车道。救护车赶去现场，把受伤的人救出来送病院。同一天，伫新北市邦桥，嘛表出那像假毒赛车严重的车祸，车祸造成4个人轻重伤，其中1个人有昏去。几啊台汽机车伫路口咧等车阳顶，雄有一台货车为后壁驶过来，不过伊速度一点仔都无放慢，头前几啊台车全咧甲弄落，有骑士是规个加入去车下底。当然是很可怕，如果说今天是学生放学时间，就会
跟那三峡那是对抗。我看到的时候都跌倒了，人已经在车底下。现场会当看到车壳的碎片，涂骹嘛真侪火的痕迹。这场车祸发生伫24暗时6点外，伫中庆路甲成都街的路口，这边都是国中，是学生上下课的范围。警方调查，这个共弄到30多岁的司机，伊的驾照已经从记点注销，嘛怀疑是驾毒塞车。双方当事人均无酒驾情事，肇事原因暂待调查厘清。这个涉案的驾驶拒绝检照，而且互超出有电子烟，烟油内底检出依托米酯阳性的反应。警方已经向检方申请许可，要甲伊强制采检，来厘清感受驾毒塞车。公视新闻新北报道。今仔伫桃园是有一个查甫人半暝啊，行伫人行道，却互涂骹嘅电线惊甲绊倒，互学医有诊断出脑震荡。造成这个意外是桃园市的警察局嘅监视器的电线是伫路边，这由中华电信爱有负责维护的。这个发生事故，中华电信表示讲会赶紧把这线路刷走，嘛会来协助伤者。因为警方是表示会按照合约来追究中华电信的责任。爱放大搁放大，竟然发现乌线细几啊连搭伫涂骹，道人无注意被夹到。这两边有没有？它是比较醒目的，然后中间完全看不出来有线。周先生安尼一只头前起断去，嘴片、骹手受伤，有脑震荡症候群。意外就发生伫自差透早3点外，外桃园警福宫道路无固定，落地进行到引起事故。灯光比较暗呢，就被绊倒，智能整个飞出去啊，也没有用手挡，整个脸就着地。出代志的网络线路是桃园市警局天路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维护。这摆学人受伤，中华电信会室的用文字回应，原本线路是大地涂骹，暗过配合人行道的工程，责任是向明线来施作。也讲伫顶个月铺设完成了，拢固定。来到事故现场，缆线已被暂时撤除，但线路连接的是警局等单位的监视设备，作为路口监控使用。如今部分监视器无法运作，就怕会有治安隐忧。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那市府也完全在横向串联上没有做一个整合，所以导致说完全没有做改善。警察局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要负责处理。原来这种状况不是第一摆发生，有议员质疑市府相关局处无善尽督导责任，做好防护警示措施。只不过发生事故，也协助伤者求偿。警局刚才表示，后续会照合约纠正。除了可以跟有过失的承包商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如果也属于公共设施的管理或是设置有欠缺的情况，向这个管理机关主张国家赔偿责任。有律师分析，若当事人提告，若中华电信可能牵涉刑民事责任，也提起各类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省顶部发生疙瘩已经10年，迄当时这个事故是造成15个人死亡，超过400个人轻重伤。10年过去啊，对受害者来讲是一世人的痛，然过日子总是爱过。来看32岁的黄柏伟，当时伊规身躯90%的烧烫伤，为着要活落来，脚和手拢锯掉。当时医生嘛讲，伊活落来机会无到10%，也毋过呢，伊毋若活落来，即马佫活出充满希望的人生。32岁黄柏伟伫10当前与北省粉顶爆炸案，规身躯有90%的烧烫伤，伫咧加护病房，医生予伊2条路做选择：第一是脚甲手拢锯断，第二是放弃治疗，离开人世间。当时伊才22岁，想到家己阁有真侪梦想也未完成，决定甲脚甲手拢锯断。就算医生讲伊活落来几率加10%，伊嘛是想要甲命运拼一个。爸爸亲口就问我想不想知道自己伤得怎么样。但是他传达给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急救。后来等我情绪比较稳定之后，有告诉我所谓的第2条路就是截肢保命。可是医生当时是讲说，即使我截掉我的四肢，但是存活率只有大概5到10%。黄柏伟讲，在2015年完成脚甲手锯断的手术了后，经过5年外的复健，过程当中已经痛苦，也有想过要放弃。不过伊无愿意看到父母为着伊搁再重新流目屎，决定用正面的心态来面对。当我看到爸爸妈妈越来越老的那个身躯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讨厌自己，就是我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的那种感觉。烧伤90%不是伤90%的可怕，是它。组织，因为组织如果都深度坏死，你没有皮肤来重建，因为那种深的伤口自己长是长不起来的。
唔破位的精神感动真侪人，就连10当前该治疗医生嘛感觉这是奇迹。如今伊电机系毕业，咧做电脑文书相关的工课，有闲的时阵伊就四过去演讲，用家己的力，佮成功靠假卡爬起哩合欢山的经验，鼓励别人乐观面对人生。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食药署即马是提醒讲，伫国外买食物件、买药啊，还是买医疗材料、甲化妆品这物件，拢是有限制数量的，而且是限定讲是敢会当个人使用，袂使买来卖，违法上当会罚款300万。伫要休热，未少民众准备出国佚佗，倒来台湾嘛会买一寡伴手。不过，卫福部食药署提醒，民众伫外国买的食品、药品或者是医材、化妆品等等，想要再倒来台湾有量的限制，而且限定家己使用，袂当摕去卖。亲像食品类、加盟讲啊、规粒的这种保养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拢总袂当超过36罐。一般的食品总重量是伫咧6公斤以内，而且价值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差不多台票3万块以内。若是有转卖情形，上当会当罚300万。古早的时候，大家都叫跑单帮嘛，哈，那确实是有这个专门赚这种价差的啦。但是现在法规已经很严谨哦，就不要再做这种事。他想要卖，那在边境完成查验程序就可以。另外，个人家己食的药品，毋是医生开药单的药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价量袂当超过36罐。若医生开的药单，若无早会当买的是以2个月的量为限制，若有早上侪是6个月的量。若管这药品，就一定爱照医生开的药单，而且上侪敢会当买6个月食的量。不是药商就是不能执行药商的业务，那会违反药事法27条，那原则上会处3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上罚锾。若个人家己使用的医材，OK 棒价量袂当超过60块，保险套袂当超过60个，卫生棉条袂当超过120支。若用一工都爱随弹条单一度数的稳型目镜是60块，医用的喙暗上侪是250块。另外，食药署提醒，营养非洲猪这疫情，民众毋通买或者是早有猪肉的产品转来，若无头一届违规会罚20万，第二届会直接罚100万。提醒民众千万都毋通摕头毛去试货。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苗栗高铁站附近有停车的需求，所以伫年初时呢，镇公所就有摕地来开2搭免费的停车场。即马发现讲，互人乌白停乌白插。警方表示，因为这毋是车路，所以无法度去开罚单。那镇公所表示讲，未来打算要甲这改做爱收费、爱收钱的停车场。机车乌白停，这边有80车身停伫个新生障碍者专用停车格内底，边还佫有一体违停，直接将3个附有停车格踢掉咧。这台机车佫较限，直接停伫个路中，啥物人拢免贵。苗栗高铁站附近，这个免费停车场出现停车乱象，汽车驾驶是真无奈。要整齐，像这个放车要整齐啊，没有格子，没有什么。像我要停，本来要停那一格，他车子要停过来，那这样就不好啦。就没办法停。是。苗栗后龙镇公所为疏解高铁站附近停车问题，今年初争取中央3000万经费，在高铁站周围起2个免费停车场。顶礼拜公所才为134个机车格、108个汽车格，不过启用了后乱停状况真多，机车组真肥，现场无管理也无告示，这是乱象的主因。至少等它画完线再开放人家停进来嘛，而不是说。都还没有画线，然后就请人家停进来，对啊。那当然机车部分的话，他当然就随便乱停啊，有空位就停嘛。管区调人分局表示，今年已经针对高铁站周围道路违停罚700件，不过停车场不是道路范围，无法度罚。查该停车场属后龙镇公所管辖，非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所称道路范畴，警方依法无法对该土地内之车辆举发违规。画好线，希望民众能够发挥公德心把汽车停到停车格里面，大家不要造成交通的混乱。后龙镇公所表示，最近会伫现场设告示牌啊，请民众照规定停车，咧向县府申请执照，未来会改做收费停车场，希望能结束停车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的教育局，即马有选红山2间国校啊，按算9月份开学的时要开始学日本的做法。学生囡仔过车路爱会记啊，来提醒轿车、奥多摆爱先互过路人先过。
将机仔加关关提醒来往车辆有人要过车路，爱停让过路人。高雄凤山中山国小的大门前，因为无设车红灯，虽然学生囡仔上下课拢有志工在指挥，不过若是其他时段，无论囡仔也是附近的民众，要过这个路口拢爱等几步。有议员建议，会使参考日本的做法，过车路前先加机仔提醒。遮断起这个就是加强。让人家更看得到你，那因为现在车子一台比一台大，很多真的是看不到了。还有小朋友他会变不敢过马路。因为我们发现，近期有很多行人在穿越马路发生遗憾的事情，因为机车骑士或汽车驾驶他不专心，然后可能会导致车祸的事件。民众认为有试才会当有改善的机会。教育部初步选定凤山的2间小学来试办，对9月份开始实施。校长讲，因会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让囡仔知影这个机仔的正确使用方式。交通局也强调，学校周边会增加减速的设施和标示，尤其对今年开始，这些学校附近路口嘛拢小线恢复车红灯24点钟运作，目的拢是希望提升用路人的过路安全。9月的时候能够来进行示范，那后续我们也会根据评估它的效益然后再做后续是否有一些进行推广。过马路进前的时候，你就先举机仔起来。行过了后，佮把机仔插倒转，安尼安尼就会当互来往的车辆看到你，会当帮助你，会当互人知影讲你要过马路，就会当减速停下来。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高雄1月到3月用路人交通事故，拢总造成11人死亡。民众建议，伫咧试办的时阵，针对用路人甲骑车赛车的驾驶，嘛拢爱加强教育宣导，安尼才会当看到成效。记者柯家祖、邱雄高雄场报道。电风上头来看7月份的时有真侪考试，即马伫中华开化时，因头届开放考生会当去参拜有8米悬的观世音菩萨，佮开放互人蒙佛卡来保庇这考生考的拢会晓写，写的拢总对。原本敢会当徛远远看的观音菩萨佛像，即阵会当近距离参拜。7月有大学分考测验、公布机关国家考试，侪重要的考试。彰化市公所特别伫开化时举办考生祈福活动，佮头摆开放考生参拜伫厝尾顶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佛像。因为我想要考国考，那我想要就是来摸那个佛祖的脚就是可以保佑我可以考试顺利啊。咱彰化市有这个活动，会当起来观音亭遮画观音佛祖。囡仔要考试的人，我感觉讲会当叫因来遮摸佛脚，让厝内底的囡仔会当中状元。市公所表示，开化时建庙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即阵8米悬的观音佛祖神像是伫921地动了后，才安伫咧礼佛堂的厝尾顶，是彰化城正重要的象征之一。这边的考生祈福活动，除了团拜、点文昌灯等等，上特别的是开放考生参拜观音菩萨的神像、蒙佛卡，透过仪式祝福学生考试一切顺遂。拄着考试，要来考试，你有要做准备，那么来拜佛祖互咱更较有信心，来考试更较顺利。这甲临时抱佛脚这小可无共，那是临时抱佛脚。市公所表示，开化时是佛教结合道教的世俗庙，正殿服侍观音菩萨，后殿服侍文昌帝君、土地公等等。举办祈福活动，除了要加添考生的自信心，嘛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技巧，增加民众甲信仰文化连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人讲好天就爱接好来娘，最近呢，大家拢在讨论避难包，其实除了咱人以外，宠物嘛需要这款物件。高雄市动保处就推出全国头一个宠物的防灾箱，希望民众买当重视宠物在动物盘的权益。这一箱里面其实是主要跟医疗有关的。动保处今晚把箱仔拍开，内面有饲料水，嘛有宠物上爱的切托米亚，甲厝内底宠物爱用到的物件拢全好势。万一若是拄到紧急状况，这卡箱仔赶咧就走。最近防灾避难包的议题引起讨论，不过拢是针对人的。高雄市动保处推出这个全国首创的宠物防灾箱，有民众认为对宠物来讲真下用。没有碰到灾难的时候，不会想到说应该要准备什么。如果说他们都已经规划好的话，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像地震的话，然后房子垮了，但是我们跑出去，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另外找吃，但是宠物的食物不好找。想要准备的时候，你会帮他带哪些东西？
大概就罐头、饲料跟水吧。其实宠物防灾收的物件甲人的差无偌济，除了食食、药啊以外，都是生活用品甲会当安打情绪的佚佗物啊。将需要物件放伫咧纸箱仔内底，倒起来会当成做一只椅啊。动保处表示，这个宠物防灾箱算是一个建本，即阵也无得买，主要是要推广这个观念。未来可能就是，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种的话，我们会去跟企业去合作，来这制造一些更多的像这种箱子，真的能够在台湾能够帮助我们犬猫的。动保处表示，虽讲宠物防灾箱也买袂到，不过因有做一本宣导手册，教大家爱准备啥物物件，要安怎带宠物做归避难，民众会当参考。记者柯家珠、柯昭勇、高永昌报道。台记来伫即礼拜推出一系列的报道，来绍介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记作品。今日带乡亲来熟悉台北的歌手陈以恒，伊今年是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也有最佳台语专辑。伊的台语专辑就叫做《罐头塔》。伊讲真侪回忆拢保留伫遮个罐头内底，伊要用音乐唱出人生。引水人伫台语内底号做领港的，是伫咧港口引带船只平安入港出海的人。音乐创作者陈以恒用引水人来比喻家己生命中重要的人。这首歌收录伫咧伊的台语专辑《罐头塔》内底，伊是去做主题。陈以恒讲每一首歌拢若像松树了后留落来罐头塔，保留真侪人生无同阶段的重要记忆。可能是你伊离开，还是讲恁无遐好啊，还是讲你正你就相信的价值就改变了啊。但是讲来讲去，其实应该拢在写爱这个物件，所以讲罐头塔应该是你对伊的爱。罐头塔是陈以恒的头一张台语专辑。伊讲虽然厝内时代拢是讲台语，不过对伊总是用华语。有一天要和阿嬷学煮食，却无法度顺利用台语互动，互伊开始甲台语豆豆讲转来，嘛开始思考台语和台湾政治社会的处境。这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大家去关心家己生活的土地，还是你身边的人，还是议题，都是最重要的。陈以恒表示，家己的台语音乐可能侪惯势听台语歌的人会感觉奇怪，袂惯势。不过伊期待有一天，各种风格的台语创作拢通互人看作是素常的代志，都是一上期待的未来。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小金鸡歌剧团今年创团60周年，伫即个拜六，因要伫台中的中山堂演出因的大家出。因的团长伫台中教歌戏已经20多年啊，所以学生囡仔是真侪，学生真侪。即个60周年，学生嘛倒来和老师做伙伴戏。甲传统的古册戏搬到室内剧场，所有站头、布景、灯光、唱念、连脚步手路也拢爱设计过。这出好奇相传次数是小金鸡歌剧团2024年入选团艺中心的大家出。为了要庆祝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这出经典的作品6月2八伫台中中山堂，要搁再重现经典的古册戏。歌戏咧，三国戏是感觉起来就是大艋大架，5艋5架，像是真传统的。但是这出戏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有个家庭戏友好的一个戏站。父母正版交予我，到今已经有60年了。我希望就将小金鸡带入剧场，继续传承落去。为了要让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的大戏搁较有意义，这回甲老师甲各学生拢找回来做伙演出。林美淑团长伫中部地区传承歌戏教学有20多年，真侪学生拢是自细汉就学歌戏，到大有关尽心力伫咧传承文化。这回要找在地高中合作，希望甲实际演出的训练，让学生上直接的呈现。我为歌手和美淑老师学歌戏。这摆60周年转来斗做，有一种转后头厝的感觉。后来我去台北学音乐，这届我是担任舞兵领导的部分。以前看歌戏的时阵，就是感觉会足厉害的。今仔日来到这，我感觉学着真济安尼。
这摆小金鸡歌剧团要举办4场校园和社区的歌戏讲座，希望将小金鸡累积一架子的歌戏底子，透过讲座回馈社会，互民众更加了解歌戏文化，做回来支持。记者郑家豪台中报道。AI 长时行，台南大学就教授利用 AI 模型收集21万笔的台语和英语的资料，来训练台语的机器人，可以会晓讲台语，嘛晓讲英语。因为机器人会晓讲台语、比动作，即阵眼前2台机器人会晓互相对话。只要人先开一个主题，机器人就会自动接落开讲，无论是用台语也是英语，拢无问题。这是由台南大学李建兴教授团队参国防中心合作研发。去年伫林地国小推广，训练学生讲母语效果真好。即阵因阁收集日本的资料库，嘛通会当讲台语、学日语。对去年开始到今，收集21万笔台语甲英语的资料。德光中学也是仁德国中。去收集咱的资料，阮会甲这资料做清洗，安尼交互阮导师底下的知识中心来去做迄个微调模型。阮上课的时阵咧做练习，一部呢是讲下课的时阵会当交阿公阿嬷做互动，所以真受囡仔欢迎。AI 训练常常爱连网络，若伫学校推广会有困难。早期一个模型就需要32G 显示卡才走会行，负担真大。这回因让10个月改良，总算研发出免网络会当使用的版本，要打造咱台湾本土语的 AI 主权。教授讲，这个模型已经完成国中小顶学期的台语教材训练，未来会继续强化资料库的内容。咱更大的进展就是单机版咱较早拢爱网络咱即马第一届甲咱的系统咱的 AI 模型拢放伫单一主机咱希望后办咱的手机咱的平板咱家己的个人电脑，就拢会使来用这套系统。安尼咱要落地咱会使甲这个系统来推广咱台湾的。大概管区，母语保存的工作袂当拖。李建兴教授强调，收集资料库唔仅伫台湾，嘛通收集到各国人讲台语，透过系统来训练强化语音辨识度。伫本土嘛收集各地头讲台语的腔口。团队7、8月去法国、加拿大做推广，因毋望透过科技的力量，互本土语通早日国际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瑞士伫中国国发生冰川扬起。即阵就有专家去当地调查，发现冰川扬的速度真紧，毋若安尼，下底佫出现真侪破坑。因为原因呢，正就是气候暖化，所以冰川未来扬的速度应该会是愈来愈紧。瑞士的冰河扬的速度是真惊人，专家最近来到罗纳冰川做考察，发现讲今年因为雪量减少，加上热映的季节就要来啊，冰河的高度伫无够一年就大幅消退。When we drilled this stake in the last September, the ice surface was somewhere up here where my hand is, and now this is already melted. So part of the melting comes from last fall, and now the melting has set in quite early in the season. 专家讲，差不多30年前，迄当阵冰川的状况较健康的时阵，当年差不多是有4公尺高的冰量流失，但是即马即种流失的速度是一日紧真济。亲像2022年出现极端现象，冰站伫1年之内是随直降要10公尺。即马研究人员阁发现讲，这冰站下骹是出现有真济敢若是瑞士的气势表面迄种空，研判成为水流真紧，还是空气流过冰站内部的膨造成的。If there are some channels in the ice through which air is circulating, this can excavate big holes under the ice. So therefore there is also a new melting process from the base of the glacier. And we are seeing that this is accelerat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gain because we have additional heat inputs from the sides. 专家烦恼冰川下骹的空会因为暖化加速变大，和冰河消失的速度是变甲搁较紧。建议会当救冰河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人拢会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这个任务已经是袂当搁等爱谁做的。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
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